护车过路口的时阵，去弄到一台奥多拜骑士过身，警方发现肇事的人无驾照，照过失致死的罪嫌，加以侦办。中华警察在临检的时阵，伫 KTV 发现一个妈妈抱红婴仔咧唱歌，警方提醒家长未成年爱伫半暝12点进前就爱离开。高雄关公局发现有3间饭店业者无照规定保留房间，也甲人加收房间钱，除了依法开发，也来公告夜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初2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来关心的，就是伫云林的斗六华兴街，昨暗7点外的时阵，有一间银行的头前凶发生爆炸。本地民众廖准讲是电箱，也毋过台电煞讲迄搭根本就无拆。也那警方初步调查是发现讲是有人调工落去遐咧来采这亲像是拍坏的物件，目前已经咧追查邢文林，也来理清相关的行迹。人正在车路边形容传出真大爆炸声，个庆祝阵阵白显。在暗时7点半左右，云林斗六市华兴街银行头前发生不明物体爆炸，和附近的住户拢真惊吓。这样算是私自制造爆裂物，哦，这个事态严重。哎呀，那个应该警方要介入。很像电箱爆炸的声音啊。因为那个声音大到不像是鞭炮声。有现场的民众表示，第一时间有时是电箱爆炸，暗过台电云林区处出面澄清，毋是台电相关设备故障。警方表示，接到民众报案了后，经过初步调查，有民众放烟火，目前已经扩大调查，监视器追查。民众释放到左边，警方已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目前已掌握可疑对象，并积极追查，以厘清案情。警方呼吁民众若无报告伫公用场所或者路边放炮烟火，恐然违法。警方对任何违法犯罪行为，会依法追究办理来维护社会治安。后续若追查到，会调查清楚是毋是触犯相关的刑责。记者综合报道。即摆已经开始咧晓热，伫中华县的7月初1就来启动离校保护青春的专案，针对 KTV 也是电脑间等等的场所来扩大临检。也毋过有警察咧临检的时阵呢，是伫咧 KTV 发现一个妈妈抱红婴仔咧唱歌，警方是照离校法也有社会秩序维护法提醒家长，这未成年伫咧半暝12点进前就应该爱离开。开始晓热路，中华县启动离校保护青春专案，针对夜间场所扩大临检。其中，云林分局伫 KTV 临检的时，发现有民众抱红婴仔咧唱歌，虽讲当时也未超过半暝12点，但是警察嘛随宣导口控。妈妈有来吗？有啊，妈妈在。爸爸有来吗？爸爸就在那里。你们有没有未满18岁的？有没有？没有。都满了，只有他未满18岁。我也未满。未满18岁不可以在这边，要带回去。警察表示，根据离校法甲社会特殊维护法，满18岁囡仔应该爱伫半暝12点进前离开 KTV 等公共娱乐场所，家长嘛答应会遵守规定。8日半暝，中华县府联合警察局各局处等8个单位组成联合稽查小组，针对 KTV、电脑间、球间等青少年较会出现的夜间场所稽查临检，嘛针对防治诈骗、毒品、性犯罪等加强宣导。执行宣传专案。那我们希望这个业者也能够跟我们配合。那我们希望在这个时间晚了以后，不要这个青少年不要逗留在这些场所，那业者也不要这个卖烟酒给这些未成年青少年。中华县府表示，7月初1县内正式启动青春专案，警察局会全面强化执行勤务，针对偏差行为甲非法营业等情形加强临检，防止青少年接触毒品、互诈骗集团利用等。县府嘛提醒家长，休热时间到爱加关心注意厝内囡仔行为，避免互不法分子拐骗。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天气的消息来关心的是，这礼拜呢，其实全台湾各地拢真烧热，北部呢这天气真稳定，上湾均有可能是来到37度。也那中南部呢，这过到了后有可能会有西北风。另外一方面，伫菲律宾海面呢，目前受一个热带扰动，未来对咱台湾可能会受到影响，目前要搁继续来观察。
那最近这几天呢，可以发现说，其实表现上面最明显是北台湾。那主要原因是一个就是比较偏向是东风的形态这样子去吹，东风这样子一路过来。那一个是风向对地形的阻隔上面来讲的话呢，它可能是没有办法去把比较好的海风这样带进来去做一些调节。另外一个就是风这样子吹过来的时候呢，其实伴随了一些沉降作用啊，所以会在比较偏向是盆地地区，甚至在比较偏桃园以北的这块区域呢，造成比较显著的高温。这气象署是表示讲，今仔日甲明仔载同款拢受到高气压的影响，所以全台湾天气真烧热，也阁真稳定。提醒民众都要特别注意，这中昼的时阵咧，高温会真烧热，出门都要会记得补充水分。若拜五到拜六呢，是受到这水汽的影响，东半部可能会落寡雨。若新竹以南也有山区的所在，这过道呢嘛要注意落西北风的情形。另外，菲律宾东边的海面目前是有一个热带性的扰动，若是继续发展落去，有可能是影响到台湾的天气。也毋过目前要阁继续来观察。另外，咱要继续来关心的是，即马歇热期间呢，就是旅游的大季，也因为后手呢，这高雄有真侪所在要来办演唱会，为着避免有业者乌白起关价，这观光局伫6月时阵是来稽查87间，发现这当中有3间的饭店业者是无照规定来保留房间，也是讲有违规甲人加收房间钱，除了是依法甲裁罚以外，也甲名单公布伫网站。高雄火车头内底人来来去去，这2天开始休热，民众也刷刷地安排假期，行李拖咧，准备要时间去耍。我们玩2天1夜，2天1夜啊，有在高雄过夜吗？有。啊，有发现饭店有涨价吗？有，多少都会涨。你捌拄到去上济是偌济啊？目前去上济捌有打无？打过，偌济到偌济啊？就是本来是2500左右，就会涨到差不多5000。民众认为休热出门一定会加开钱，不过若是起价伤贵无合理，安尼就真唔通。亲像饭店的房间起价都是上10块。观光局表示，高雄有登记的大细间饭店大约有500多间。休热期间是旅游业的大季，接落来阁有几多场演唱会要办，为着要避免饭店业者乌白化价，6月份因也联合消保官加强稽查87间业者，其中有1间为着起价，家己取消旅客订房，罚款2万块。另外有2间的房间钱分别超过报备的房价300块甲1000块，除了罚1万甲5万以外，这3间饭店的名单也会公告伫网站顶端。违规个案将依照发展观光条例开罚1到5万元不等的罚金，并且公布名单。如果经过限期改正仍然未改善者，将按照消费者保护法处3万到30万元不等的罚锾。业者伫申报旅馆设立的时，拢爱甲各种房型的介绍报起嚟，若有变动一定爱先向主管机关报备。观光局强调，网站顶端拢会公告无合法甲违规的业者名单，民众若是拄到乌白起价，也是防取消订房的代志，除了消保处以外，嘛会当随向观光局来反映。记者柯家朱朝阳高雄场报道。来关心这第2级的毒品依托米脂，也就是人所讲的松氏分弹。最近是接听到有人咧乌白用。今年呢，这1月到4月中间，就已经有超过1600件，这是比去年要阁较悬的。台北市毒品危害防治中心的今仔是特别举办这座谈会，找来各界的专家甲代表，要来关注这毒品是安怎防治。使用这样子电子烟，然后电子烟的烟弹里面有这样依托米脂的这个物质，那这些个案呢，其实有来到我们，譬如说门诊啊、急诊啊的医疗的部分，其实我们也都会观察到这些个案可能同时合并其他物质使用的比例是高的，那同时也有其他精神科的问题，包括说忧郁症啊、焦虑症等等。意思是提醒讲吼，这民众千万都唔通食一寡成分不明的这电子烟，万不伊这内底有掺依托米脂，安尼恐惊会出现伤人也是自伤的情形。去年就有发生姓黄的男性呢是食这松氏分弹，结果呢去弄死一个巡逻的警员。去年的这个9月时阵，伫咧新竹嘛是有人同款是食多个赛车，所以去弄到别人，落尾是造成真严重的悲剧。希望大家都要注意这款毒品的危险。另外来关心的是，疾管署公布，这国内婴仔肠仔病毒死亡又搁增加一个病例啊！这是伫北部出事才拄6天的查甫婴仔，这嘛是今年第5个这新生儿肠仔病毒重症死亡的病例。另外，这8日受的疫情呢，顶个月是一度增加17例的本土病例遐尔济，今年到今已经有35例，这是创10年新高的纪录。
新增儿长仔病毒疫情严重，疾管署初公布，顶礼拜佫增加一个新增儿长仔病毒重症死亡案例，是北部一个10步婴仔出世第4日开始出现爱困、活动力下降这症状，近日喘气困难转送病院到护病房诊断时，会着长仔病毒合并心肌炎、肝炎等，全积极治疗，依然不幸伫出世第10日过身，这是今年第5例新增儿长仔病毒死亡个案。像是有这个肝炎、心肌炎，以及像是凝血功能异常啊、低血压、休克等等这些像是新生儿败血症的状况。另外，8日疫情也罕见出现真侪病例。疾管署公布6月份新增加17例8日本土病例，今年有35例创10年共期新高。包含一个北部家庭延亲到校园的群组案件，指标个案是北部10外岁青少年，伊的共大亲人4例，甲校园接触共班同学4例，经过采检了也拢阳性确诊。另外3个家庭群组分别是北部3例、中部2例、南部2例，加散发个案1例。疾管署研判可能甲附近日本爆发8日疫情有关系。主要也是因为我们邻近的日本今年开始的这个百日咳病例累积到6月已经超过3万例是去年全年的这个病例数的7倍所以显示说在日本这边的疫情相当的高。那国人因为旅游的往来难免有可能会把这个菌株带回台湾。疾管署提醒，即摆8日疫情青少年占4成上侪，有可能是细汉做的8日疫苗保护力减弱的原因。国内 ACIP 甲儿童感染症医学会建议青少年自费追加1剂减量普上通白喉8日混合疫苗，除了保护青少年避免感染，也避免因祸害动物甲婴仔。记者综合报道。咱的赖清德总统昨是来发表团结国家10讲的第4讲，伊的主题是讲到国防。伊讲，即摆中国的军事开销已经愈来愈大，并无因为台湾即摆是倒一党主政，倒小可有差别。这要危险的已经拖去到第3岛链啊！也毋过，伊讲到咱国防预算去互在野的镇压甲抬掉的时阵，这南北党团拢跳出来反驳。参加国际赛会活动得到热烈呼声，总统赖清德团结国家10讲到第4讲主题伫国防。赖清德表示，中国军费开支为2000年开始一直欠悬，今年已经超过台票8兆，是20年前的7倍以上。中国的军事预算增加，没有在看台湾哪一个政党执政，每一年都在增加，特别是在2008到2016年。其中有几年，它的军事预算的增加是2位数。用中国航空母舰辽宁号甲山东号移动轨迹来做证，赖清德指出，中国威胁唔但针对台湾，也继续压迫区域和平，已经跨过第3岛链，行政编列4100亿特别预算，希望强化国防，也顾好民生。每一个人花1万块钱，还是要拿1500亿来做国防韧性，另外再加200亿到1000亿嘛，来补助台电，让台电不要涨价。不过，对赖清德表示，在野党进行伫国会动审国防预算，总也是史上上悬。而欢迎国民党团反对党批评，中央政府国防总预算编列有4760亿，也是史上上悬。民众党团是表示，相关动机提案，除了海军号因为海测还未完成，其他拢经全部改动。记者综合报道。消息的部分，咱要先带大家来关心的，就是美国参议院伫7月初1的时阵，通过总统 Trump 所提出来的大利米的法案，要甲这 Trump 一项重大政策拢写入去到法律内底。同时呢，安尼做，卖互美国国债增加3兆外美金。这个法案呢，是会送去到众议院，预计今仔日就会来审议。也那 Trump 嘛希望讲，这国会呢会当伫7月初4，也就是美国的独立纪念日进前，送去到白宫互伊签署。We had a big day today. The bill passed,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do very well in the House. 美国总统川普在空军1号进前甲记者讲，希望7月初4美国独立日进前，这法案应送至白宫会签署。进前，川普提出的税收甲支出法案，也就是所谓大国税的法案，在参议院表决时阵，由副总统范斯做讲过关。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50, the nays are 50.
The Senate being evenly divided, the Vice President votes in the affirmative. The bill as amended is passed. 民主党籍参议员少数党领袖苏莫迪投票了记者会批评。Paid for by ripping away health care from millions of people and taking food out of the mouths of hungry kids. This vote will haunt our Republican colleagues for years to come. 伫参议院53个共和党的人内底，有3人甲民主党斗阵投反对票，才成做50比50的局面。根据美国宪法，副总统是参议院议长，无参加投票。不过，若参议院表决出现50比50平手的时阵，副总统有权投决定性一票。这是共和党重新执政了后，反思第一摆用副总统身份使用这项宪法权利。选起这法案会送共和党压有多数的众议院审议。不过，共和党内依然有真侪无同款的意见。真侪位共和党的人已经表示反对参议院的修改。公视新闻黄文玲报道。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又去到佛罗里达州新起的库希厄姆岛来视察这非法移民的拘留中心。这个场所呢，一当是爱开4亿多的美金，而且4颗位啊拢饲一寡蛇类，也有库鱼。嘛，因为这个所在呢，伊当时嘛是国家公园的保护地区，也有印第安文化的保留地。目前已经有环保团体对政府提起诉讼。美国国土安全部甲佛州州政府用短短8天的时间，就伫佛州大南仔地贵起机场跑道，以步平甲拖车组一个库希厄姆岛移民拘留中心。这个新设施一年营运的成本是4亿5千万美金，会专门用来监禁美国移民甲海关执法局 ICE 掠的无证移民。头一批启用的5000个床位，就敢若占总容量的一半。川普找伊出发前往佛州，伫白宫南草坪受访的时，看起来兴气气，讲若是有人想要逃走，就要先过蛇甲库鱼这关。You know, snakes are fast, but alligators are. We're going to teach them how to run away from an alligator. Okay, if they escape prison, how to run away. Don't run in a straight line. Run like this, and you know what? Your chances go up about 1%. Okay, not a good thing. 库希厄姆岛伫国家保护区的湿地内底，倚近大南仔地国家公园，是佛州出名的库鱼生态地，估计数量有20万只。普通的成年库鱼有4.6公尺长。川普伫视察了后的记者会表示，唯一离开的办法就是赶出境。佢讲希望看到未来有更较侪同款的拘留中心出现。Very soon, this facility will house some of the most menacing migrants, some of the most vicious people on the planet. We're surrounded by miles of treacherous swampland, and the only way out is really deportation. 为着宣传这个新设施，美国官员伫社群媒体发布，伫移民局执法人员无爱库鱼刀片，佛州的共和党是卖库鱼主题的衫裤，也有美女的干那套，互人批评讲真无人道。前往库希厄姆岛的主要车道，当港组织大地的民众，也向恶事维新南仔地讲无爱，收分未发咱伟大等等的标语示威抗议。Concentration camps are wrong. It's wrong to imprison people without giving them due process. And it's in the Fifth Amendment, it's in the 14th Amendment, it's a right that every person on the planet has, along with the freedom of speech. 库希厄姆岛拘留中心的地点也是国家公园保护区，也有印第安原住民文化保留地。已经有2个环保团体，因为安尼对联邦甲州政府提起诉讼，讲因无依法进行环评，也无问大众的意见。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伫北半球的欧洲呢，即马嘛共款是真烧热。来看西班牙甲葡萄牙，伫今年6月底呢，是来测到46度的高温，也佮有法国、意大利，甚至是英国嘛来出现这历史上上介热的6月的这记录。专家表示讲，这主要就是高气压的系统，亲像是一个真烧热的天顶挂，甲规个欧洲拢甲打掉咧。因若即款天气有可能会延续到未来的7到10天。德国柏林建筑工人、厝顶工人加路管啊，测伊这年37度的高温伫大日头卡拍。It's quite hard for us, engineers, and for our workers. We try as much as we can to stay safe, firstly for ourselves, and after for our work. We drink a lot of water. 小英7月初1，浸是规个欧洲气温达到上高峰。法国当局采取预防措施，巴黎高温摄氏40度，超过2300间学校宣布停课，也是部分停课。埃菲尔铁塔顶站对外无开放到拜四。
两一间病院，这名护理师以水雾喷住院中者的面甲头来降温，也毋过有一寡病房内温度摄氏33度，无空调，互病人真无爽快。 change qu'en fait les patients sont bien plus à risque de déshydratation, de coups de chaleur, et donc il faut veiller à ce qu'ils soient hydratés et veiller à ce qu'ils ne soient pas exposés à des fortes températures. 意大利限制户外工作13个大区发布高温之下，室外工作禁令，中昼到下晡高峰时段禁止工地施工。几个大区病院通报急诊收治高风险族群的流沙病人，其中托斯卡尼区住院人数增加大约20%。Uno dei rimedi, ovvero bagnando le braccia con l'acqua della 葡萄牙6月创下单日上高温46.6度纪录。西班牙甲英国也通报史上上大的6月，其中西班牙一个月平均温度23.6度，比以往7月到8月的平均温度也较悬。另外，西班牙巴塞罗那也发生一名街路女清洁人员亲像高温之下工作不幸死亡。伫亚洲的日本上高温恐惊会超过摄氏35度。日本气象厅测预宣布，日本今年6月的平均温度比起2020年的30年间平均高出摄氏2.34度，从1989年开始统计以来新高。气象厅表示，这是因为日本附近的高压系统比往年更加强，造成冷空气入来。公司新闻黄伟林编译。国内的消息来关心的是，即马这国道1号呢，落南198公里的所在，伫今仔日2点的时阵，有5台车是弄做伙。一个41岁姓施的男性是有食酒，伊家己呢驶车去弄护栏，结果佫影响后壁其他大细的车辆。而且呢，伊伫咧落车了后，佫互后壁的货车甲伊压着，拢总是有2个人吊伤送医。也那警方嘛，甲即个姓施的查甫人开单，落尾是照公共危险罪甲伊送办。 高速公路顶悬是规个乱糟糟，摆渡事故的工程车已经去现场待命。国道1号落南198公里，我保养系统交流道的路段，有一个41岁姓施的查甫人食酒驶车，车至翻点过2点左右，发生5台车的连环车祸。现场事故为5部车辆造成事故共计有2名伤者，分别为手部及颈部有肢体擦挫伤，给予清洗伤口包扎止血，送往医院急救。 国道警方表示，这个食酒的查甫人驶轿车伫内底时的车道，唔知啥物原因弄到内底时护栏了后，全失去控制，先去弄到外口是车道的半拖仔，了后弄到中线的另外一只轿车，落尾手伫咧内底时的车道停落来。这个食酒的查甫人还佫落车，伫咧高速公路顶悬咧行，错去后壁一台货车的目骨领扫到，所来佫有另外一只轿车，因为袂负打档全弄到食酒驶车迄个查甫人的车。 这个袂负打档的驾驶脚甲手有受伤，也那食酒驶车的查甫人是阿妈棍受伤，2个人意识拢真清楚，有送病院治疗。驾驶人施南经酒测检测有饮酒，依法自担举发，并以公共危险罪侦办。这个食酒驶车的查甫人酒测值超过0.25毫克，警方开单甲伊记发，而且照刑法公共危险罪送办。事故详细原因还会调查。 现场伫透早3点左右，摆渡状况会当正常通车。警方提醒，伫高速公路发生交通的事故了后，车黄灯应该要随拍落，唔通踮伫车底爱紧出来，慢慢伫高速公路顶悬行来行去，才会当避免佫发生事故。记者综合报道。 另外一桩车祸呢，是发生伫台北市，昨有一台民间的救护车，伫咧冲过红顶路口的时阵呢，去弄到一台乌多摆，结果这个骑士已经过身去啊。警方调查所发现讲，这个驶救护车线路的驾驶呢，其实是无职业驾照，甚至嘛无考过一般的驾照，所以是照过失致死的罪嫌，该移送侦办。救护车载病人转移，伫红顶的路口甲车顶直行机车相撞。 救护车弄到某类玻璃拢逼昏，机车卡在车底，技术当场失去生命现象，最后救无回来。当时就很大一声，砰的一声，我们走过去的时候，就那个人已经摩托车倒了嘛，人就在轮子下面。事故就伫台北市上山一台民间救护车，车下晡2点多，在脑冲迄个病人转移，煞伫三民路甲附近街口出车祸。 警方调查涉案的23岁姓罗查甫人，毋但无负开救护车职业驾照，甚至连一般驾照拢无。
经查救护车驾驶有无照驾车情形，现场已举发违规。这无正驾驶佮挂名公司负责人，便讲出车进前无其他员工在场，就去将病人转移，才一人出勤，违规开救护车，被依照过失致死罪嫌承办。肇事如男，领有 EMT 证书，且登记为该公司的救护人员，并未登记为该公司的救护车的驾驶。依照《紧急医疗救护法》第41条规定，最高可处新台币50万元罚款。涉嫌这间救护车公司去年6月得到许可设立做救护车相关业务，就算新北市卫生局表示，为业者申请的相关审查到温准设立了后，每年定期查核拢在做，今麦也是出现空棚。人力讲真的大家也都不足啊，但是不足的情况下也不能，我也不会说找没有驾照的人。来开这个救护车啊！民间救护车协会承认，目前经营管理有真正无够这个问题，不过明做非无照驾驶的理由。面对这事故，业者看在成绩以外，公司也可能爱会照。记者综合报道。这医护人员欠卡手已经唔是新闻啦，也毋过呢，这护理师薪水低这问题嘛是共款，拢一直无解决。台湾医疗工会联合会今仔日是去到疾管署来批评卫福部长邱泰源上任一冬瓜，煞无做出任何的改进。也那邱泰源是亲身出面见工会代表，承诺会来恢复这个协商的机制，来听基层的声音。上任1年多，改革一场空。全台10外个基层医疗工会组成的台湾医疗工会联合会，佫叫做台医联，初2早起组织伫疾管署大门前求部调抗议，控诉卫福部长邱泰源就任1年多，对医疗人员处理艰苦的医疗办法现场无准文，甚至拒绝甲工会协商医疗改革，现场佫以行动桥反考测卫福部劳动评奖项目拢无及格。本来应该要有的协商机制一再拖延，到了最近我们要联系的时候，电话那端直接告诉我们说，部长讲这个会以后不必开了。另外，台医联也批评，总统热情就选举的时承诺，3班护备比2年来立法，不过即马煞连一个影拢无，只会发钱，而且发钱也佫发不到护理人员的手中。自今年1月到达，佫有9000名的护理师离职，并对劳动环境真歹，当然认着老实会治袂掉。你在竞选的时候，你曾经承诺我们2年内护病比要入法，请问一下，你现在已经执政了1年了，你的进度到哪里？现在的3班护病比还是奖励先行，那现在目前看起来大家都往上那个一直往这个比例不管是医学中心、区域医院还有地区医院，都已经往上升了。记者会了后，邱泰源邀请工会代表进伫会议室沟通讨论，佮承诺会恢复甲工会的定期协商，听基层的建议。另外，3班护备比立法的诉求，也会赶紧完成这个目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一寡少年仔互乌道找去做诈骗，即阵仔是愈来愈接听到啊。虽然讲这少年事件处理法的修正草案已经要送去到立法院来审议，也毋过包括着辅导团体、志工，也佫有学者等等，是认为讲这行政辅导应该着爱大声司法，希望相关单位会当提出对策。孤军奋战，没有人关心他这个礼拜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吃饭，有没有困难，有没有人陪他聊聊。也没有人提醒他，你做得到，你已经不一样了。马健唔知路，即马改革自新的人勇敢站出来，讲家己过去捌袂实，认为人若是做唔对，要重新站起来是真困难。立法院初2集中讨论少年事件处理法，甲要行政辅导优先的公听会，包含社福团体等等的专家学者，表达即马伫少年辅导资源无够的烦恼。司法院只强调尊重法院判决，没有建立裁定后可执行的机制，让实务端成为制度失能的买单者，建构更多的一些非正式的资源，包含社区其实有很多的教会愿意陪伴这些孩子的，这些也都可以再继续去运用。法务部统计，少年人真正受到误导吸收做诈欺等犯罪行为，立委希望司法单位注意，但是对行政辅导、敢要优先司法等处理做法，还有少年人敢要消掉健康记录等等，立委看法是无同。前科涂销这件事情，我们当然必须配合社会的舆论来进行实质的讨论，但也不要忘了，每一个孩子在成为罪犯之前，他其实是一个人。就是说，以少年的母数来算百分比的话，如果连单纯的数字都不断攀升那这个会给我们一个非常深切的反省。
法务部表示，会适时甲司法院讨论解决成年人甲少年人共犯的问题。因行政院同意少年事件处理法修正草案内底，希望少年人伫刑事执行完的3年内，无佮受到别案的处分，才会当消掉记录的修改部分，拢会送立法院审议。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湾海洋国际论坛今仔日是伫台北来起鼓，菲律宾是派重要的官员来参加，互外界看做是这菲律宾解除官员访台禁令了后的一个大进展。那安尼，解敢是代表讲这因嘛继续咧反制这中国咧？咱的海委会是表示讲尊重菲律宾，无需要特别去讲。台湾为自控日开始举办大海洋国际论坛，要增加甲国际海洋友伴情谊。今年串联海关10多国的参观和专家，研讨强化海峡安全策略，也希望促進亞洲經濟永續發展。しかしながら、台湾これはこのアイランドチェーンの中で、真ん中に位置しています。地政学的には一番重要な位置でございますが、一番脆弱な立場にあると言ってもいいと思います。The rules-based order that we all cherish and enjoy is built upon the foundational principles that ensure equality among nations, whether they are large or small in the realm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两届论坛除了日本同款伫第一岛链重要国家菲律宾，唔那派现职官员来台，政治局总统赖清德搁伫府内接见。后加该前会是今年4月，菲国总统宣布解除官员访台禁令了后，台菲关系重要进展。他们能来，我们非常感到可贵哈，但是我们不予以张扬。巴士海峡南海哈，它的安全的守护。和台湾也息息的相关。譬如说，今天印尼的代表临时被要求不能够出席因为一个中国的政策的影响，中国不应该干预，因为人道的问题不应该被政治介入。针对中国涉嫌印尼代表组织来台参加，海委会主委关碧玲表示谴责，不过又强调，中国伫印太地区的法律战侵扰行为已经危害国际秩序，唔那对台湾挑战，也是对区域的挑战。敢若透过合作，才能守护自由和平的印太。台湾愿意加做这个力量的一部分。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来配合2025年城镇轮成演习，也有国家团结国，咱的内政部警政署是特别规划防空避难的展览，今仔日伫捷运西门站来开幕。展览的现场呢，受教民众这避难的原则，也有防灾包到底是要安怎准备等等，嘛正适合囡仔做回来学习。无论是为着防灾，还是为着战时的避难，最近国内侪民众防灾意识加悬，嘛开始准备防灾包。不过要安怎准备，爱穿什么物件嘛，真伤脑筋。警政署在台北西门捷运站内底举办防空避难体验展览，甲避难原则、防灾包安怎准备，也有避难设施的建议物资，拢摆出来，互民众参考。避难物资的部分哈，那每个人哈每天单日的部分呢，紧急避难包呢，我们是建议要采取质量轻，然后容易取用物品的双肩的背包，那并维持男生大概在15公斤，女性在10公斤左右，才不会太重。为着要加强社会韧性，提升全民的应变能力，7月汉光演习头届要结合军民做伙演习，内政部嘛伫6月30公布防空避难指引。互民众知影，当防空警报弹的时，要安怎保护家己。部长刘世宏表示，目前经过半点，全国是有82000个避难空间，会当收容的人数有到5000多万，是全国人数的2倍多，希望互民众安心。另外，行政院长杜英泰嘛，搁再呼吁朝野立委斗阵来支持4100亿的特别条例草案，支持产业稳定和国土安全轮升。我们在6月底的时候呢，已经公布了一个防空避难的指引。那不论怎么样，我们在全台湾的守护之盾呢，这样的一个防空避难展，就是要告诉我们的国人同胞，有准备更安全。这些100亿里面，除了我们对支持产业、安定就业、照顾民生之外，我们还有很重要的是针对国土安全韧性的1500亿。我真的很期待国会能够利用现在研会的时间，继续的能够加速把这个4100亿的特别条例通过。
警政署表示，民众若是透过警政服务 App， 也有消防防灾2.0 App， 就通知影离民众上近的避难空间。另外，也有防灾卡，通了解防灾知识。也若西门捷运站这个防空避难展览，拍算是办到7月30。现场的内容拢有写注音，适合囡仔做伙来学习。警政署表示，希望透过丰富的避难知识，也有活动体验和导览，来落实防灾对日常实践的目标。记者卢尚如、曾俊尧台北报道。来关心地方一件意外，这是发生伫个台南，有民众呢驶车要经过这后壁悲了的铁基路的时阵，那像因为这路无平，所以头前链转卡掉咧。加在这驾驶是赶紧落车去试这紧急的通报铃，所以火车就随减速截停。也若铁警局是提醒民众，万不会拄到这款的状况，应该就爱随去试这紧急的通报铃，人嘛就爱赶紧离开铁基路，才通避免伤亡。画面内底即只车卡伫咧边高道的后壁，阁有火车的画面，看落是真危险。加在即个驾驶有赶紧落车，甲紧急通报起落，通知列车都要注意。即个事件加在无人受伤。高度差足侪啊！嘿啊，伊个震动加，所以苦胸爱做好较多。嘿啊，哎呀，应该是车子太老了吗？就我觉得这一条路就是很差。警方初步调查，那像是即只车头前链的三角架断去，所以车才会故障了伫咧边高道的。当地民众讲，边高道的路无平，或者是车保养了无够，拢有可能造成咧驶的时阵出问题。针对这点，汽车维修技师指出，车的三角架甲车身伫咧歹去进前，要是有会当观察的所在，提醒民众会当注意。就会咔咔咔咔的声音，那已经磨耗了。如果你没有更新的话，就是会磨耗，然后那个就是掉下来。本分局将向台铁公司申请调阅该处平交道监视器，以待厘清是否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4条第3款之法定事由。铁路警察局呼吁，通过边高道爱遵守交通号志的指示，若不离车若是向歹去，民众会当赶紧落车。甲边高道紧急通报起落，了后离开边高道的范围，会当减少伤亡的意外。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铁一个列车长呢，进前驶 EMU 3000型的列车去到宜兰火车头的时阵，不过煞互乘客咧发现讲，伊伫咧发车的这个浪棒呢，是伫咧车门边来爆昏，而且佫直接甲这昏头等伫咧铁基路顶头。目前台铁呢是接到通报，等咧调查，无排除会照昏害防治法来请卫生局加以裁罚。火车顶外的台铁人员，我伫车门边半身捅出去外口，但伊手内面锁有一支点倒的烟。抽烟。伫火车顶外咧食烟，而且专程拢放吸落来，各位当看到伊伫咧飞烟屎，甚至食了，佫直接甲烟头弹伫铁基路，引起争议。在上面抽烟可能会飘到车厢里面，然后有些不喜欢烟味的，可能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就让影响到别人不太好。万一不小心烟蒂掉下去，万一有油bomb。这犯罪行为发生在顶个月底，代替一台 EMU 3000型的新自强号列车，停在宜兰火车头，员工趁浪旁在车顶食烟，涉案警方查出是列车长。就已经违反烟害防治法了基本上，这个如果我们知道的话，我们还会行政处分。是怕他没有把烟蒂熄灭哦。是。如果我们旁边有杂草，是啊，或者它是那个木枕。是哦，也有可能会引起那个木枕燃烧。台铁接到通报了后，介入追查，无排除照烟害防治法，依请卫生局来裁罚，共部做行政调查，相当会防记一大个。但这种正含的行径真正嘛有。我前方和总比的台铁司机员，就跍伫个铁基路高架桥的边边啊，正轻松在食烟开讲。案发地就伫新德县竹北的六家车头附近，铁路高架桥离地面是有几啊层楼这么悬，完全都是无得管家己的安全。就算是真正就想要食烟，嘛袂当涉险，也是违规，毋那是伤害台铁的形象，嘛惊因为安尼引起更较大的灾害。记者综合报道。这迄落一个到，毋但是国外呢，就连咱台湾国内各地这观光地点，人嘛是愈来愈侪啊。亲像伫咧台东地上的布朗大道，也是讲这新竹的南寮，拢有一寡观光的电动车要互人骑。也毋过目前其实各地方政府呢，并无一定有针对这款车辆有特殊的管理办法，所以立法委员是要求交通部应该爱来定全国统一的指引。也若交通部是回应讲，2个月内会甲电方来讨论研究。
金门丢瓦随风摇，骑上电动车伫其中，都是台东地上北龙大道上大卖点。也毋过，遮尔水的风光背后，煞有时阵会传出难产的意外。连人探车，规台倒头栽直接插伫田底。4连偏装电动辅助车的安全性欠统一规范甲管制。敢若2024年全国电动辅助自轮车事故件数就达到2325件，死亡24人，受伤2080人。也毋过，多数业者无营业许可，旅客也无投保受伤的时，无当讨赔。它会有高度的因地制宜特性，所以在法规定的时候，当初就设定在是由地方政府来做一个主管，那其中包括它的给证啦，它的规格。交通部是不是可以协调各地方政府在制定这些规定的时候，那我们当然知道各个地方有一些不同的差异性，但是保险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都要有啦。偏装电动车互规律是其他慢车属于地方政府权责，也毋过全台目前只有金门、宜兰、高雄、彰化、屏东、台东有定管理自治条例，而且有的规定爱定期检验，有的爱配备安全设备，各地方政府拢无共调。从登记到发给证照、规格、指定行驶路线、时间，甚至所谓的速度限制、安全事项跟其他管理事项都纳入到指引，甚至刚刚提的保险。立委林坤祥也要求交通部订定统一指引，交通部答应伫2个月内时间内评估地方的需求，研议讨论检视，订定统一指引，安怎兼顾观光甲行车安全，都等交通部提出具体方案。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环保的行动的确是真需要大家做伙来拍拼。来看，为着要达成这2030年市区的公车全面电动化的目标，台北市是来启动全台湾第一座含捷运共享电力的电动公车的充电场。你时是互捷运来充电，也若暗时就改做互电动公车来使用。台北市也来宣布，甲288路线的21台公车全部拢换做是电动车，行向节能减碳的目标。驾驶来到全新的电动公车场，准备要充电，和一般的充电场无同的是，这是全台第一座含捷运共享电力的充电场。地点就伫台北捷运的北投机场，你是互捷运用电，暗时提供电动公车使用。捷运系统呢，一般来说，捷运系统用电的离峰时间是在晚上的12点到6点嘛。那当然我们知道公车平常是早上出去营运，所以公车主要的用电尖峰是在0点到6点这段时间充电。那刚好就是2个就可以去做就是电力的一个缺口的一个每一盒这样子。这个共享充电场拢总有1000平，大概提供22台电动车使用。业者讲，捷运使用的电力时间是透早7点半到暗时9点半，电动公车得利用半暝啊12点到透早6点的时间去充电。除了省空间以外，佫省钱。业者讲，日时充电较贵，1度电是10块，半暝1度电只要3块。就捷运的电力收费的标准来看啊，白天使用的电费跟晚上使用的电费大概差了有1半以上。除了共享充电场以外，为着要完成交通部2030年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的目标，这届市府也甲公车288路线21台公车换做电动车。市府也表示，未来会继续辅导公车业者甲油车换做电动车，加设充电场，完成引销的目标。记者陈亚轩、林秀凯台北报道。再来看这新竹市呢，市区的停车位是无够使用的，所以市政府在2019年是来定出自有车位的共享计划。也毋过到当已经6档的时间过去啊，煞一张停车证拢无分出去。另外呢，有人是认为讲这校园伫休困时啊，应该就爱开放互人来停车，才通解决市区这停车位无够的问题。也那市政府是表示讲，其实毋管倒一种方式，这安全就是上界要紧的代志。民众驶车伫市区踅来踅去，就是找无停车位。新北市政府为解决停车问题，推出车位共享计划，毋过计划推动6档，拢无人提出申请。民众指出，除了无其他优惠以外，安全是上重要的考量。我无愿意，为什么？因为安全的问题，再来就是增加管理人员的负担。我感觉袂歹啊，若有机会我会走出去。啊，毋过别做政府哪会使阁有较侪补贴，比如讲税金会使较少的。我感觉安尼应该阁有较侪人会去来响应这个政策。过去6年，一张共享停车证都没有发出，透过各种停车设备的这个相关的管控的装置
都能够大幅减少这个安全的疑虑啊。所以我们认为市府应该把这个原本预计花很多钱盖停车场的经费用来鼓励民间来共享这个车位来达到双赢。交通处表示，因为民众主要考量社区管理甲安全的问题，所以咧推动上确实有困难。未来除了会继续推动计划以外，也评估加力开放校园，提供民众停车。民众及社区考量外车进入到私人场域所带来的管理不便与安全疑虑。那市府呢也会持续来向民众宣导共同参与共享车格的相关计划，会持续来盘点校内的停车资源，在兼顾学生安全与学校管理需求的前提下，来审慎评估开放的可行性。验过新德市大部分学校停车空间拢是伫校园内面，因为大门无24点钟拢有人过来，所以后续会兼顾学生安全甲学校管理，评估校园开放停车。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台南科学园区对外连接的这北外环的道路呢，第4期的计划有部分的路段，互民众批评讲，其实是伤瓦徛街无够安全。这沿路的永康甲北区拢总有6个里，上榜的居民是组一个自救会，去到公听会来抗议，要求应该爱顺这咸水溪的北边来去。在地居民伫公听会口北布条，咧针对北外环路线南线做抗议，同时为着要疏解南科连外参店市区交通订塞车的问题，才有这条道路建设，专停13.5公里，第4期3.7公里落尾一里路，路线对第19线溪顶寮大桥，要延伸到第17线大港关海桥，煞引起争议。民众若偏向市府，敢若通知一部分的住户，无全通知，甚至真侪人发声，若伫中华北路做离徛街小近，互因无法度接受。都无通知，敢通知迄征收的种迄土地的人，你敢知影征收土地的人根本就无住伫遐，无住伫这条路。距离阮民众无到4.5米啦，3楼悬啦，空污震动差就对啦吼。我透早开门开来，一个门仔口就一支条遮大支放伫我门仔口啦。那恁兜你敢记赞会掉啦？这是一个杀人的工程啦！因空家丁里参北区5里，拢总900户居民遭自救会反对。经过了解，北外环4期工程上早捌规划，对城市往西兴建，不哩个这几档刷甲路线南线，侪民众怨叹市府无沟通，家己大主大意，因主张通照原计划。沿咸水溪北边替换高架桥兴建，即阵要延伸到中华路、中华北路沿线。干部局回应，主要是考量咸水溪无真快，时间会伫咸水口落墩，恐惊溪水道会缩起来，影响到安全。水利法规定，桥墩不得设于梯前坡，为确保民众安全，不宜河川置于计划线内高山地、落墩、北外环的道路路线。路线规划完全不影响快速道路的交通行进。且可提高交通运转效率。干部局讲，公听会进前，拢依照规定发函予土地所有权人，而且嘛有公告。那在地居民，即阵也阁无法度接受，嘛愤慨讲，市府硬要做，因告示用性命来守护家己的家乡。记者邱台南采访报道。除了这交通的建设以外呢，来关心土地的部分。伫咧宜兰呢，受7大渔业的养殖区，差不多是1400公顷。也毋过因为呢，即马是较无人咧做啊，所以一寡渔民啊，煞因为这养殖地区的限制，无通好开发去做别项。即马县政府收集意见了后，是决定要调整养殖区的边界，或者的土地会当有其他用途。外面的渔民已经无咧使用，内底杂酷酷，空气嘛无咧拍。目前宜兰有7大养殖渔业生产区，分布伫咧壮围、高吉、巴溪、甲头城等等的乡镇，已经维持了30年。对时代变迁，无咧使用的渔民是增加袂少，对公共建设是真不利。县府决定要调整边界的范围。大溪石桥村举办说明会，养殖区的地主有来参与，来关心家己的权益。因认为渔民无咧使用已经真侪年，继续画伫养殖区的范围内，土地真恶有其他的利用，所以争取要划出。你就部分伫养殖区范围内就是。嘿啦，范围内一处啊尔啦。一处啊尔。嘿啦，啊，所以就是讲要划出，互伊安尼规地。太安静啦。嘿，较安静啦。啊，但是已经真久拢无去啊。无去啊。嘿。啊，有感觉爱划出养殖区的范围？阮是要做农地啦。县府表示，养殖渔业生产区内底的土地，并无限制讲袂当起农舍。不过，若要做其他非养殖渔业的行为，或者是其他的产业，都要申请划出。若即届调整养殖渔业生产区的边界，会分2阶段来进行。
第一阶段会先调整大溪西条、中兴、甲头城伫安置3个养殖区，会甲部分伫养殖区的边界，而且已经无养殖属实的土地划出范围。边界的部分的做一个微调的部分那再征询看看我们相关的这个养殖区的渔民以文协会的一个意见那我们会再做后续的一个这个定案的一个调整政府表示，大溪西条、中兴、甲头城伫安置3个养殖区，会收集意见，确定调整的方案了后，按照年底会上渔业署来核定。若总为5家等等的养殖区，因为地主意见无啥共款，会投入后续第2阶段再过来调整。记者综合报道。生态的消息来关心的是，花莲的海域昨出现真难得的这游鹅，互船顶的游客看到是拢真欢喜。其实除了这游鹅以外呢，这观察头数量其实嘛袂少，互花莲的这游客大家拢真欢喜。即马为着要避免过度交叉到这海岸，这花莲的业者是来主动调整国家的船帮，希望会当推动友善的观赏活动。伫上海红船头前个海边，2只超级大游鹅当扑出水面换开，黑色白色的视野，抑个为卡只片稀奇，是因明显的特色，通拄到的几率无1%。7月1号的下午5点，那我们在花莲港外海10海里处发现了虎鲸，他们在那里游速很快，在那里追逐海豚。是，那我们之后就保持距离的去观察他们，然后发现到说是一对夫妻档，然后跟一对母子队在那边。游鹅出现的消息，互真侪游客报名要出海，但是今日透早的船帮拢无拄到游鹅。颠倒是大型的观察头海翁袂少。研究海洋生态的乌楼海洋文教基金会是希望，上海岸船伫接触海岸海底的时，会当更较优先。在靠近之前，一定要先减速。那这个减速的距离至少要保持50公尺以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不包围，我们可以跟在它的这个左后方或右后方慢慢的保持距离去观察它。我们如果遇到这种有带母子队的话，那我们保持的距离应该要更长。业者强调，目前花莲有8只上海岸船，大部分的业者都会按照上海岸的规范，避免对海岸海底受干扰。在赏鲸的规范里头，其实一群鲸豚最多大概只能容纳3艘的赏鲸船，所以花莲赏鲸业者就会刻意跟其他船公司透过了发船的时间不一样，或者以航程的时间的长度不一样来做区隔，降低它所有的干扰。另外，亲像伫海上接触海岸海底的时间，也会控制伫15分钟就要离开，抑个袂当超过3只以上的上海岸船同一个时间接触同一地内海岸海底族群。希望透过这寡友善的规范，互民众也会当提高保育生态意识。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那下晡晡的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玻璃仔带大家做伙来了解。北部地区31度到37度，中部地区是31度到36度，南部地区31度到35度，东部地区是30度到33度。那外岛地区29度到35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